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今日新闻重点。台海附近有中国货船走过界，咱的海巡出去甲赶时，电岛阁去对方呛讲，要无你即马是啥物国的？伫咧花莲中美路昨透早，一台巴士要倒过来时，技术叫车窗的条仔砸到，弄到一个咧过路阿伯，送医医院是救无转来。英国集团可否即礼拜伫高雄开演唱会？观光局就随掠到饭店介绍起码2杯，上当的罚到5万，而且公告名单。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中国甲菲律宾伫南海是搁再有冲突。昨有到一只中国的海警船，为着要阻挡菲律宾的补给船的运补任务，跳江甲下水跳。也搁有伫咧大海附近，嘛讲有一只中国货船走过界，咱的海巡出去要甲看时，电岛搁去对方呛讲，要无你即马是啥物国的？中国海警船持续向菲律宾补给船发射高压水条，阻止菲国船只起进来暗杀运补，中菲南海各冲突。菲国11指控中国伫前暗杀附近部署38只船，总数创新纪录，佮谴责中国佮采取无端威胁甲危险举动，强调维持定期补给未退让。That we're still going to carry out this dangerous mission despite of our limited number of vessels and despite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 Chinese vessels that they're going to deploy. 另外，在海牙一地区中船国界，或者是基南礁台，佮传出海巡驱离中国货轮，佮被呛到。你是什么国呀？我想问一下。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呼叫。明明是个省，非得说个国。本署发现中国大陆船只未经许可进入台湾境限制水域，均立即派遣舰艇采取驱离、扣留、流失调查、没入船舶及行政罚款等处置作为。学者分析，中国希望借法律战甲操作中间地带冲突，透过执法甲管辖伫南海，伸张因公的主权，拜受会进前提关南海冲突，用得到更较侪谈判手段。中国片面升高了冲突之后，如果拜登不想要让这个拜习会好像没有什么结果，或者是大家不欢而散，拜登很可能需要有一个展现出一个比较柔软的态度。中国伫东海甲大海中间地带行动背后主因，大部分来自美中战略竞争，学者认为，尤其大海有高度政治象征性，中国相对较专责。记者综合报道。今日讲到这届 APEC 会议要伫咧美国 San Francisco 举办，各界上界关心的就是11月15日拜习会。不过，即马会议就还未开始的，都有来自美国各地、中国民运人士甲团体，就伫咧会场的边仔咧抗议习近平，要表达因追求自由、民主的诉求。结束中共暴政。发口号要求结束中共暴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每月14到17访问旧金山，参加 APEC 会议甲15个拜习会。全美各地中国民运人士甲团体伫旧金山有人提标语游行，有人发起汽车大游行，伫 APEC 的中关集会来抗议。我们不允许中共的独裁者来到这个美利坚的自由的土地上。中国民运人士王丹、王军头等人伫旧金山发起中国国事会议平台，参详结束中共暴政，创建民主中国。他们没有信心改变这个现实，于是他们在这里，在世界的各个地方，还在假装可以和这个政权共同谋求世界的和平发展。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也甲民运人士见面，佮批评美国商界开10万美金，甲习近平食暗顿是一个笑话。How does that conversation go? Wow, this filet mignon is a little dry. How's your extrajudicial internment of over 1 million Uyghur Muslims going? Congrats on completely crushing civil society in Hong Kong. 盖拉格批评美国商界若认为武器批评中共对应帮助企业降低供应链成本，以后一定承受更较大的痛苦，而且满足安尼独裁者不只伫道德上有错误，战略上也正讲。记者综合报道。在咧上大条来看到，伫咧花莲的中美路甲化道路口，昨透早一台巴士要倒过来时，疑似去互车窗的条砸到，无看到人，结果去弄到一个行伫斑马线顶头咧过路的阿伯，送医救援是救无转来。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赶紧对无生命迹象的伤者来急救。虽然继续实施 CPR 急救，不过伤者的伤势伤过严重，也是不治死亡。患者无意识、无呼吸、无脉搏，头部外伤，而且口鼻出血。客运车的玻璃有弄到分裂，已经闭起啊。12早起8点左右，47岁姓吴的司机开这台大客车，经过花莲市化道路，才要倒驶到中美路时，敢若互挡风玻璃两边的下条砸到无看，弄到接要过大路接线城的老人。警方讲姓吴的司机97台失灵，详细造成事故原因也会调查。我不知道，因为我的发现设施已经抓到了。差别的是伫头前链。伊的链仔是伫咱的后壁面啦，所以咧转弯的角度哦，本身话就会较大。专业教练是讲，大只车因为驾驶做管道无同，也佫有车长比小型车长真多，驶转弯的时阵除了避免下条看袂到的所在，也要注意来练差别的变化。今仔台湾交通安全协会是讲，过来道路环境嘛要来改善。要左转的去靠左边，右转靠右边，直走中间，这样就会大幅的减低我们这种大型车辆在变换转向的时候，跟其他车种交织动线的问题。台湾交通安全协会建议，过来车道配置应该以车速甲车向来规划，避免大型车甲小型车互相开道阵。驾驶人嘛要加强路口停让甲看清楚这个环境，甲其他用路人互相尊重，才有度减少造成事故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伫咧花莲吉安乡南海三街一间客家厝，今仔饭店熊大火烧，这一个规排8间就拢总烧起来，有一个才18岁高中学生，迄伫咧2楼走袂赴不幸来死亡，阁有3个人是吊伤送医。消防初步判定，可能是对1楼的车库咧导火的，详细原因搁来调查。火烧厝。新高的高烟一直对窗仔冲出来，花莲吉安乡南海三街12饭店了后，熊的这场大火，加上东北季风真透，互大火是愈烧愈大，背后客家一直炭烧起来。拄则有听到什么声？大声。就是有闻到烟啊，隔壁都在叫啊。连同客家炭烧大火，当时互人唔知变怎应付，厝边赶紧敲门，互相叫精神走出来。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赶紧来断水。有人互救出时阵，互高烟砸着伤，也有人互大火惊精神，一直咧哭。消防人员对徛在厝顶开始查，发现6个人伫咧厝内底，用大约半点钟时间，才甲火势控制掉的。大火收走了后，发现导火即户2楼的房间内底，一个18岁4工的男高中生未火走，烧死伫内底。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总共有6名民众受困在住宅里面啦。那另外有2位是自行逃出，3位是救出。那目前有1名高中生不幸罹难。死亡的男高中生，敢若就是第一时间报警的民众。调查人员发现，1楼车库内底汽车甲电脑设备烧甲是真严重，无排除可能就是导火所在。这场1人死亡、3人受伤的火灾意外，详细导火原因也要调查。正是先甲火场封锁起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以色列甲哈马斯已经战超过1个月啊！以色列民众今仔是组织伫首都特拉维夫的大广场，发要停战救出人质，嘛是自开战以来上大一场的反战示威。虽然美国有出声讲，希望战争结束了后，加沙会当归互巴勒斯坦的自治政府来管，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球员是呛讲，绝对无可能。广场的花蕊装置艺术挂满以下战争内底，互伊斯兰武装组织哈马斯爆走的人质相片，全拢是无到18岁的儿童。以下战争超过1个月，当地在真侪以色列民众聚集伫首都特拉维夫，要求哈马斯释放人质。除了日时暗时，佮组织佮较侪人诉求反战，要求国防军停火，互人质会当平安回来。Women, children, babies, civilians, innocents who are being kept as hostages. In Gaza right now, and for 35 days, not one person from the Red Cross has been allowed to visit with them and let us know that they're okay and give us a sign of life from any of them.
抗议者表示，暂时只有4名人质，和哈马斯释放，有1名以色列士兵得救，要求政府赶紧采取更较侪措施，救其他200多名人质。这场示威活动嘛是以加战争到暂时以色列国内上大规模的一届。另外，对以哈战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前才讲到，唔望冲突结束了后，加沙甲约旦河西岸过去捌互以色列占领的所在，应该爱互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统治。以色列无应该搁一摆占领加沙。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1说在记者会面顶，坚持维持对加沙的安全控制。עזה תהיה מפורזת. לא יהיה יותר איום מרצועת עזה ע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וכדי להבטיח שלא יהיה איום כזה, כל זמן שצריך, צה"ל ימשיך לשלוט ביטחונית ברצועת עזה כדי למנוע טרור ממנה. 纳坦雅胡表示，以色列必须爱会当随时自由进入加沙，对付武装组织的成员。加沙嘛需要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以外的势力掌控。伊了解伫这件代志有可能受到国际社会施压，不过伊无想要屈服。纳坦雅胡的话无疑是予美国一个大脆皮，嘛更加加深在以巴问题方面，美国甲以色列已经分歧。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今日伫咧另外一边，冰岛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过去2礼拜以来一直咧发生火山性的地动，上无已经有2万多解。气象单位无排除这土骹底已经有岩浆崩坑的形成，随时可能喷发，但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在地将近4000人要马上撤走。徛起厝内玻璃碎片摔到马头骹，厝内条仔阁出现壁痕。包括甲冰岛受到法格拉达尔火山地区过去2礼拜一直地动影响，特别是西南部的雷克雅内斯半岛的临海城市格林达维克，14点钟以来地动有差不多将近800解，互当局烦恼火山岩浆爆发危机。在当地70暗时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敦促居民撤离。Núna á 11. tímanum upplýsti Veðurstofa Íslands almannavarnir það að ekki var hægt að útiloka það að kvikugangurinn sem hefur verið að myndast næði að Grindavík. Vegna þessa hefur lögreglustjórinn á Suðurnesjum í samráði við almannavarnir tekið ákvörðun að rýma Grindavíkurbæ. Og almannavarnir hafa samhliða þessu lýst yfir neyðarstigi. 外国媒体报道，雷克雅内斯半岛的火山波动前被设计了后，在2001年喷发，了后每一档拢有喷发。自过10月下旬开始，法格拉达尔火山地区发生超过2万解地动，互附近的观光景点那是雪湖、南湖在车告宣布关闭。Nýjustu gögn sem Veðurstofan sýnd okkur sýna talsverða færslu og stóran kvikugang sem að myndast og geti opnast og legið frá suðvestri til norðausturs. Ákvörðun þessi tekið með öryggi íbúanna í huga. 冰岛是全球地理环境上活泼的地区之一，有差不多30个活火山点。过去在2019年，特别因为爱亚法拉冰河地区发生火山喷发，造成欧洲10万航班取消。而格林达维克的居民差不多有4000人，当地建设人员除了协助民众撤离以外，嘛甲所有对外道路封锁，只有留经济道路来应对紧急状况。国际新闻台是同朋友。转来看国内政坛消息，2024年的总统大选拿白合到今是球权敲未出来。前总统马英九公开讲支持用全民调方式来决定。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回讲，即马上重要是团体协商，毋是一个人讲的就准算。针对马英九所讲的意见，伊会尊重。今日侯友宜这边是搁再向郭文哲来发挥，讲代志既然都已经发展到今，就应该放弃个人的立场，做伙向前接施。澎湖诞辰纪念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甲前总统马英九拢去国父纪念馆致意。不过最后2人斗阵，煞无甲马英九同台。那边合经伫遐，马英九提出支持全民调，朱立伦回应甲民众党已经达成，用全民调形式差别在内容甲规则。第3波民主改革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它最重要的精神就是团队协商，不是一个人算。马总统也尊重国民党跟民众党协商的内容，有一些人简化了马总统的讲法。我也建请柯主席放弃个人的立场，就像侯友宜一样，我们共同携手前进。蓝白如果不合，有胜算吗？谢谢啊。
侯友宜牺牲掉甲立委参选人共同造势，真正表态支持全面调韩国瑜也共场所无共台。若要合问题安怎解？关系第一面册发文，指一个人能力有限，号召自动度合别人中间制度也继续成功中部选票，甚至透早得到中华田中的马拉松。我们来看看你们这个田中马拉松，跟我们台北每年在办的台北马拉松哦，互相观摩，看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哦。民进党大清朝杂志也去中台湾第3南投造势，发出要和台中结婚，延伸到南投改善偏向交通。我们也要改善台铁集集支线的基础设施，我们也来规划台中捷运也能够延伸到南投来。大清朝也伫艺术节这一天特别伫面册承诺，未来会加速达成3万后病毕业执法，每年至少200亿提升医护待遇。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为着要解决护理师欠人的问题，科宣部向讲要降低国考的标准，这是引起外界批评。讲是为着要救欠人，煞无去顾到要救人。卫福部是表示，这届调整是注重护理人员的实际应用，该考的拢总审未过。另外，对后年开始，逐年拢会加规划200亿的预算，替医术人员来加薪水。新冠疫情了后，国内护理人员离职情形愈来愈严重，为着甲人聊调咧，亲情未少私立病院、也有部立病院拢表示要替护理人员来加薪水。最近科宣部更加公告，护理人员新的国考规则要甲基础医学科目的比重对原来20%调降成40%，因为外界质疑政府是要借此保障无够能力。这样子突然去片面降低这个国考的标准，其实是有点雾里看花。职场霸凌、业务繁杂，然后资源调动这些争议。这些问题如果还是没有解决的，见短期的成效，那没有看到中长期的长远的发展。一方面又说人力不足，当我们要充实人力，让这个国考的部分的话呢，有更多人可以考得过，那他又反对，所以我不知道逻辑在哪里。为了提升所有医术人员的待遇，行政院宣布已经规划明年到至少200亿经费补贴医术人员的薪水。卫福部长苏瑞元解说，会由健保预算100亿加国务预算100亿来支出。总统蔡英文出席医术节庆祝活动时讲，希望对后年开始，用每年有至少200亿稳定的财源来处理健保，用来提升医护人员的待遇。现在我们看到180亿也好，200亿也好，都好像只有纸上谈兵呐。我如果源头人不够，你要3班步兵你入法，其实困难度也高。那总额的部分，其实如果是说用健保来规划，这困难度更高。卫福部长苏瑞元讲，114年就会变200亿来提升医护人员的待遇，但是不是一摆成变脸，所以讲也会来讨论规划。记者综合报道。生活的消息来看到，英国出名的乐团 Coldplay 拜6礼拜伫高雄世军开演唱会，到饭店的业者趁这个势，甲介绍给我管，用将近2倍介绍来卖。广告局嘛已经开发上当会发到5万，而且会广告名单。礼拜晡4点半左右，到世运主场馆站的高一列车，一日人行出来，拢是为着要来看摇滚乐团酷玩的演唱会。因为是对我来说，我是第一次看演唱会，所以我很激动，很期待这个表演。都花钱了，为什么要提早走？就是看完。对啊，就慢慢走回去。连续2天的演唱，各地歌迷拢来欣赏，也有外国歌迷礼拜到这，求受当地旅宿业者趁机会起价，高雄市启动3波客栈行动。这摆发现有4间业者伫11月11日是卖房间的介绍超过新报和市府被查的介绍，上含市区差不多这边2倍的介绍，红发3万到5万。我们再度主动出击，查了12家的这个饭店旅馆，那我发现其中有一家比较夸张这个房价超过98%，那我们也予以开罚。市府讲，甲法以外也广告名单，要阻止这种不当的行为。演唱会这侪人也高雄捷运1天的运量创下新纪录。外地的民众不单纯只是在演唱会的时候，也利用这一次的机会来回的搭乘捷运，在观光景点做穿梭。高级统计，11天运量超过29万人次，超过进前演唱会甲今年的纪录，是今年上侪人做一天。原来11日酷玩演唱会线上人数有58万人，也伫82分钟就所运完毕，也有1运站站长伫现场唱歌。高
而且也推出所有的计划，会看状况调整班次，上紧3分钟就一班车。那演唱会然后结束也启动来调整，互歌迷拢坐着车。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即马餐饮业甲饭店业者拢咧欠工，嘛影响疫情了观光的振兴。就讲高雄老牌汉来大饭店，10月时才讲要伫台北的南港开一间试营运，所以讲因为即马观光招无八成满，决定要甲因的自助餐下晡时段停卖。另外，旗下火锅店甲西餐厅，嘛要延到过年后才要开幕。食面拢是上赞的，而且8大餐台还佫超过200种的料理。这是伫南港展览馆边的台北汉来大饭店，70只试营运自助餐，逐工是爆满，暗过观光至少还佫2成无保值。业者证实要停开自助餐下晡的时间，大厅也暂时无供餐。原本下个月要开幕，关期火锅甲古白馆，要等明年春节过后才佫开。饭店的开幕初期出来的员工适应不良啦，或者是还是会有一些异动，临时做了一个这样的决定。之前已经有定位的下午餐的这个客人呢，大概有1600客左右，我们就把它挪移到午餐是免费升等。业者表示，欠人是长期问题，加上疫后类似回温，搁较欠人。到年底真侪人会当甲领年终奖金才会离职，会搁较歹补人。事实上，伫伫观光旅宿餐饮业面临欠人的同时，有愈来愈侪参与学生无可能关系到这场实施。现在开始很多学生，他们也许是抗压性降低了，所以很多人他是不愿意1年都在一个企业待满的，在企业的配合度不是很高，所以有的还会跟学校解约，学校不得已还必须要有一个替代方案，在学校里面修课，也可以拿到这样一个实习学位。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是这种自由度高，等于说空余时间他比较能掌握。学者认为，是不是考试学生必须的学分暗过，餐饮业工时长，薪水也低，即卖囡仔真有想法，选择性也变较侪，拢影响未来学生毕业了后进入相关职场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立冬乌鱼就正着时，中华新港今年头一批饲的乌鱼已经咧收，不过受到今年暖冬的影响，乌鱼有较细尾，乌鱼子嘛较细皮。平均1斤就落200块左右。现代乌鱼一种花，渔民无用台鱼取乌鱼子。这是中华新港头一批收成人工饲的乌鱼，在网络的民众一透早就伫现场等要买鱼。这个季节的乌鱼较好吃，你若讲好像到哪一个时段的话，那个肉质就是有一点比较不好这样之类的。我嘛是算讨爱人啊。对这鱼啊吼，讲究新鲜，你若话我太太现煮吼，肉价足好食这算内行的咧食的啦。渔民表示，乌鱼是含大鱼，爱寒鱼仔才会大。最近这几冬因为气候暖化，乌鱼是愈来愈歹饲，愈饲愈细尾。少个3-4冬就少无鱼啊，人卖啊，因为安怎讲，拢放袂通啦。拢专人放的，拢专人死亡率足多啦，佮只啊价效佮卖袂好啦。刷入去的时，佮再你像今年啦，暖冬这几冬来，拢要抬8两上的、7两上的，几乎会使讲足少啦。即摆咧抬拢3-4两。渔民讲，乌鱼仔爱放3年才有法度收成，今年大约收5000尾，但因为天气热，乌鱼较细只，乌鱼子嘛较细皮。乌鱼壳一大斤65块，乌鱼子每大斤1,100块，价效拢有比旧年俗。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受到东北风的影响，这方面的水汽会较高。今仔日暗时，嘉南、宜兰甲湘北地区拢发布大雨特报，换山区的所在爱细日可能会崩山、土石流。因为后礼拜有2阵的东北风的报道，北台湾会明显较热，低温会降到剩18度左右。提醒民众出门都要加套一领衫。下晡好天气写款，咱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1度，中部地区19度至27度，南部地区20度到29度，
东部地区18度至26度，高岛地区16度至24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坚。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